成日有人問喺香港想做啲細額投資，仲有咩好選擇呢？的士牌，你又會唔會考慮中港車牌呢？先睇下的士牌。按照2026年年頭數據，一個的士牌一嚟就投資100幾200萬，每個月租金回報就不斷俾競爭蠶食，扣除保險、管理費用及維修成本後，實際回報一年比一年低。但係中港車牌就係一個被人忽略嘅高效投資工具，入場門檻遠低過你想象，而回報亦相對可觀。好似我哋而家手頭嘅車牌咁，成本大概只需要20萬，租客先俾5萬蚊按金，變相你一開頭就收翻將近1/4嘅資金，之後每個月穩定收租4500蚊，年回報率高達27%。對比起要自己打理又要維修嘅的士，中港車牌出租幾乎係純租金收入，完全唔使煩惱架車折舊維修嘅問題，而且受大灣區概念加持，需求穩定，先係真正穩健嘅現金流。想把握27%回報嘅投資機會，中港車牌買賣同租賃手續咁繁複，最忌自己搞，交俾我哋中港車牌交易所，由牌照配對、合約簽訂到資金託管，我哋為你全程護航，等你輕鬆做個賺錢嘅包租公、包租婆啦。有任何問題歡迎 inbox 或者留言話俾我哋知，記得 like 同 follow 就唔會錯過中港牌實用資訊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